好啦，咁上次咧，我哋就講咗中蘇冷戰啦，即係佢因為嗰個意識形態上高啲微細嘅位有啲分歧啦，所以中國同埋蘇聯當時就有啲異議啦，所謂咁咧，而家將個時間咧講翻轉頭啦，其實我哋今次就想講翻咧，美國同埋蘇聯之間嘅冷戰啦。係啦，你都知咧，二次大戰1945年啦，完咗之後咧，就盟軍咧，主要以美國同埋英國為主啦嘅盟軍咧，就駐紮喺德國嘅偏西方啦，駐軍啦，咁啊冇走到嘅。咁而因為當時嘅蘇聯就喺東邊度打入嚟啊，咁所以喺德國嘅東邊又係駐軍，咁兩邊都喺度駐軍，咁啊大家都喺度管理緊個德國啦，咁德國嗰時好亂嘅。咁但係咧，當時咧，你都知當時係咩咧？大家嘅想法唔同啊。英國以美國為首嘅盟軍咧，佢哋就好想德國咧將來成為一個民主國家，親西方噶嘛。咁蘇聯就調翻轉啦，蘇聯就想佢想親共產主義、親蘇聯啦。係啦，蘇聯最理想就德國係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就親蘇聯。法國就另外一個諗法，你知法國最想咩咧？法國想割據咗佢自己南方嘅土地咯。係啦，咁另外咧，佢想德國唔好咁強大，咁即係想德國分裂。因為上次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佢已經試過一次啦嘛。係啊，佢試過就係佢決定唔咁強硬，就結果俾德國重新起翻出嚟，跟住希特拉就將佢變咗納粹，即係納粹統治咗德國啦。咁變咗佢好中意擴張啦，變咗。係啊，所以咧，但係喺呢個大家議和嗰度咧，就好 tricky 嘅呢樣嘢，即係好難去令到佢各方面咧都大家緩和嘅喎。因為你知啊，美國同英國佢就唔想法國同德國嘅仇恨咧太仇恨太深，因為仇恨太深，一次大戰嘅仇恨拖到產生二次大戰，令到德國嘅希特拉可以乘虛而入啊嘛，因為佢就利用呢種民族仇恨啦。咁所以咧，佢當時咧就有個諗法就係話，大家最好就大家講掂咗數，最好就咁嘅方法。但係嗱，講喺呢度咧，我哋講有一件事件咧，其實所謂冷戰咧，就係你頭先講啦，東西方陣營咧，一個資本主義同埋一個社會主義啦，美國代表嘅資本主義啦，同埋蘇聯代表嘅社會主義啦，兩個大家有矛盾嘅。咁蘇聯咧，其實佢哋認為咧，最好就即係史太林啦，當然啦，佢認為呢個世界咧最好咧，成個世界都係呢個叫做社會主義啦。社會主義佢覺得係烏托邦嚟嘅，係世界人類最美好嘅一個制度嚟嘅。咁資本主義嘅世界亦都係。唔係咯，杜魯門係唔同意噶嘛？佢覺得要資本主義係民主社會，佢覺得係應該人民族主義嘅，唔應該係由個黨啊或者係一個社會主義制度係唔啱嘅，佢覺得多勞多得啊。咁咧就大家有咗矛盾嘅。咁當時咧講緊蘇聯啊，到咗1947左右咧，47、48年係咪48年咧？蘇聯咧就開始咧就佢覺得咧佢有一個政策。佢咧就叫禁運政策喎，或者封鎖政策，柏林封鎖政策。你知當時咧，柏林係德國首都啊嘛。係啊。喺柏林咧就係喺嗰個叫做蘇聯割據嘅地方嘅中心喺入邊，所以你要入柏林咧，你要經過蘇聯控制嘅。因為柏林喺東德噶嘛。喺東德係咯，即係當時未有東德呢個國家，但係東德東部啦，係咯。係東部個地理位置，佢入咗東部之後，喺蘇聯控制嘅範圍先至去到柏林嘅即係西柏林之後嘅西柏林就係西方控制，所以你入咗佢個國境好得意嘅。咁但係佢封鎖你好易嘅啫喎，佢唔俾你入去蘇聯控制嘅範圍嘅德國嘅東邊，你就入唔到西柏林啦。咁佢有咩點解要封鎖呢條路咧？因為所有嘅物資咧，所有嘅燃料、所有日用品咧，都要經過呢條線。呢條線係陸路，主要就係陸路車啦，同埋火車啦火車啦咁入嚟嘅。咁即係其實佢只要封鎖咗就佢控制晒成個所有 trade 啊咩都控制晒。佢好容易封鎖，佢點解要控制咧？你知唔知佢點解控制？點解呢個唔知喎。其實咧，佢控制咗之後，你嘅西德嘅人民，即係德國西部柏林嘅人民啦，柏林人民咧就冇晒物資，冇晒嘢食喎。佢只有一個方法嘅啫，佢冇辦法冇嚟餓死，咪靠攏翻東柏林，靠攏翻俄羅斯咯。即係因為俄羅斯先有食品啊嘛，俄羅斯供應食品俾佢，咁佢覺得用呢個方法咧，令到所有人民臣服於佢嘅，所有西柏林，即係連西柏林啲人都會跟佢。佢可能連西柏林都襯拼埋，咁就唔需要將西柏林呢個部分，將自己國境一小部分就割咗俾，即係變咗係俾美國啊盟軍管嘅。佢想用呢個方式，咁但係咧好可惜咧，盟軍諗到嘅方法咧，有咩方法你諗到啊？飛機係啦，空運啊，佢用運輸機咧，
基本上咧就以英國同埋美國為主，美國佔大部分啦。每一日咧都投放用運輸機咧投放大概當時係4000噸嘅物資。哇！到冬天咧就唔止，冬天咧可能得，因為要有啲厚嘅衫啊，厚嘅衫啊，同埋冬天糧食要多啲啊，燃料啊，尤其是做 heating 話，冬天嘅燃料仲更加多啦。咁最高紀錄一日咧12000幾噸，13000噸一日啊！咁你諗下幾多個飛機，幾多飛機次啊？即係你諗下每日幾多飛機？咁啊，就講翻起啦。呢個事件咧，其實係當時係到咗1949年，即係封鎖咗1年咁先解決啦。咁但係喺1948年咧，有一個事件啊，48年嘅年中有個事件啊，呢個好重要嘅事件啊。你知唔知點解今日啊有即係當時點解有東德西德咧？嗱，當時咧頭先講咧就話呢個盟軍咧同埋蘇聯喺兩邊咁夾過嚟啦，係啦，大家對峙啊嘛。咁當時咧係大概係1948年嘅年中度咧，就以美國為主嘅西方咧，就覺得咧佢應該扶持一個民主嘅德國。咁佢成立喺佢哋嘅佔領區咧，即係西德啦，西德佔領即係西方嘅佔領區啦，民主陣營嘅佔領區咧，就改咗個家叫或者後來叫西德，其實真正名叫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喎，叫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咁好似嗰陣時有個新嘅首都啊嘛。係啦，當時咧佢本來係首都咧係翻用翻柏林，但係你諗下試想，如果去柏林就要經過蘇聯佔領區先入到去西柏林，麻煩咯，係好麻煩，仲埋有禁運嘅風險啦，封鎖嘅風險啦。咁佢哋咧就將一個細嘅地方嘅細城市喺柏林偏西嘅叫波恩或者叫波恩做首都。個城市好細嘅，十幾萬人就當時咯，好細嘅，做首都嘅。咁佢哋咧亦都係以一個馬克，即係德國馬克啦，西德馬克 Deutschmark 啦。咁大概呢件事件咧，佢哋真正成立呢個德國咧，即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咧，大概係我諗係6、7、8係呢幾個月啦，即係1948年嘅6、7、8月啦。咁佢哋成立當時佢哋提出嗰時咧，佢提出咗冇幾耐，但係未成立之後咧，但係蘇聯已經提出成立一個東方陣營東德嘅國家嘅概念，就話咧。佢都成立一個民主國獨立國家，佢哋話更加民主嘅。佢話呢個國家點解俾你民主？佢話個名咧就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咁夠唔夠民主啊？咁但係咧，當然啦，呢個國家都係社會主義嘅，咁佢亦都學美當時西德一樣，佢哋咧就係呢個國家係獨立自主嘅，即係咁對外聲稱啦。咁當然西德亦都係啦。呢個美國同蘇聯咧只係監察佢嘅軍事同外交兩樣嘢嘅啫。咁呢個係東德咧，佢亦都一樣，佢哋。蘇聯咧都係監察佢軍事同外交嘅啫，咁成立呢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喎，咁大家咧都發馬克出嚟喎，但係其實基本上一樣。係啦，所以大家都喺1948年成立兩個對峙嘅國家嚟喎，咁同我哋頭先之前講過咩講過嗰個柏林封鎖嘛，柏林封鎖啊，咁柏林封鎖咧。中間之後經過呢個成立咗國家之後咧，有一件柏林圍牆啦，係啦，好重大嘅事件，柏林圍牆。咁柏林圍牆係未有嘅，當時未有呢個概念嘅。1948、49年開始咧，其實當時就起啦，當時就未嘅。當時咧，194就算1946、47年咧，都好多人咧喺呢個東德，即係蘇聯控制嘅地方咧，就走過去西德，逃走過去西德嘅。點解咧？佢哋好多人都中意西方世界嘅資本主義嘅。咁好多人逃走過去嗰邊嘅，咁所以咧當時啊最早期咧係有啲軍事設施喺度嘅，有啲即係好似大戰嗰啲叫做 Bob Wire 叫做咩網啊？鐵絲網有啲鐵絲網喺度嘅，咁就未起圍牆嘅，嗰時未起圍牆喎。咁但係咧因為點解唔起圍牆咧？因為當時東德啦或者係後邊嘅蘇聯咧就認為咧，我封鎖咗火車，封鎖咗路。我喺嗰度檢查咪得咯，我檢查你冇人偷走嘅火車就冇問題啦。即係佢覺得係。當然啦，當喺1940幾年到佢開始起圍牆咧，原來60、61年先起圍牆嘅喎。係啊，咁個圍牆唔係維持咗好短時間，唔係好長時間啫喎。唔係好長時間㗎咋。因為柏林圍牆到89年已經停用㗎啦。所以你講下，你就由61年有圍牆到89年，其實係中間唔係咁長時間㗎咋，唔係咁長時間㗎咋。咁 anyway， 我哋講緊咧就係話佢未起圍牆嗰時，啲人咧就偷走，即係喺個其實主要係東德啲人走去西德啦，係咯，因為主要科學家啦、資本家啦、有技術嘅人啦，就經過嗰度投奔西方世界。咁其實你知唔知中間咁多年有幾多人投奔西方世界？應該都有冇幾萬人啊？幾萬人，當時咧非正式統計有350萬人。哇
350萬人。當然啦，佢未而家就講未有正式圍牆之前350萬人嘅。咁當時未有圍牆之前已經350萬人。咁但係講翻柏林圍牆係點解1961年咧就要起柏林圍牆咧？當時咧其實東德政府覺得咧流失咗太多資本家有錢嘅人啦、技術人員啦、科學家啦，其實社會中嘅核心啦、年青人啦，好多走勞動力啦，好多走咗去。喂，你諗下走咗300幾萬人，東德可能嗰陣時都係得幾百萬人，係咪？你走咗去即係柏林啊、東柏林可能得幾百萬人，你走咗幾百萬人，我有個300幾萬人，咁啊好犀利嘅。令到經濟有損傷嘅。當時佢已經知道有咁樣，佢哋覺得遲啦，但係都要起。當時最早柏林圍牆咧係咩咧？係下邊用磚砌，上邊咧用鐵絲網圍到好高嘅，並圍到成30尺啊或者更高。但係鐵絲網可以剪㗎嘛？嚇！但係咧問題牆咧，你知用磚嚟砌嘅牆，你亦都可以撬爛佢㗎嘛？磚砌嘅牆。咁當時亦都唔能夠全面禁止人哋喎。1961年起，後來經過修改咧。就變成石屎嘅牆，好厚嘅石屎牆，就好難掘過去啦。好難掘啦！仲有喺牆咧，佢哋起咗唔係起一埲牆，起一埲牆之後，後邊仲有一個牆，中間咧仲有一個深溝，即係話咧，就算你嘅車整到過嚟嘅人衝過去咧，佢有個溝嘅，個溝咧，你會跌落去嘅，你會跌落去，你車揸唔到過去噶嘛？你就算揸車衝過去，你撞爛冇牆，你都冇辦法衝過去，有個溝嘅，有好深嘅溝嘅，咁係唔係咁容易可以過到去嘅？咁後來起咗圍牆之後，佢哋仲有射殺令，即係話。可以用機關槍掃射你嗰啲偷走嘅人，咁更加咧真正就冇人想走啦，冇人走到係，有人走到，真正嘅記錄係好少，真正走到嘅記錄少之又少，而俾人殺死嘅記錄咧，即係因為你走俾人用機關槍殺死有幾百個嘅，好似有300幾個，300個嘅嚇咁啊！直到89年啦，因為戈爾巴喬夫講翻呢個人物啦，其實佢係睇到中國咧當時80年代初改革開放啦。全面改革開放引進外資入嚟啊嘛，因為之前係封鎖主義噶嘛，唔俾外資入嚟，係經濟即刻好咗啦。佢經濟即刻好咗，中國好快經濟即刻好咗。咁戈爾巴喬夫咧就睇到呢樣嘢，佢覺1985年至86年咧，佢提出其實當時蘇聯都應該咁樣行呢一步，跟翻中國改革開放。係啊，咁就係提出改革開放之後係好咗嘅。咁但係有一件事件咧，令到蘇聯咧加速。走向民主化，加速民主化嘅，你知唔知邊件事令到佢民主化？蘇聯民主化係因為佢打阿富汗一來啦，因為打阿富汗咧戰爭咧，佢就打咗10年，令到國家變咗冇咗好多錢啊嘛，係嘛？第一，第二就係因為太空競賽啊、軍事競賽啊、核彈競賽啊，同美國大家爭啦，係咯，令因為美國當時係有錢過佢嘅。蘇聯要花好多錢嚟 catch up 翻，係啦，要 catch up 翻。咁蘇聯好窮啦，冇咗好多錢啦，因為軍事競爭啊、阿富汗戰爭啊、之後 Ronald Reagan 嘅星戰計劃啊，喺外太空佈置一啲導彈基地可以打落嚟。當然當時係未成熟嘅一個概念，但係咧俄羅斯都要跟美國走。咁變咗咧跟咗啲嘢，令到俄羅斯國庫空虛，就冇咗好多錢。咁人民生活差咗，所以唯有走去民主啦。係啦，慢慢咧就會咁樣啦。經隔咧就係因為當時波蘭啊，你知波蘭當時工會好大㗎，華里沙係咪？你聽過呢個工會好大㗎嘛？聽過。波蘭咧變色㗎嘛，變咗民主國家，一夜之間變咗民主國家，令到呢一樣嘢咧，令到其他因為屬於Eastern Bloc 係啦 ，Eastern Bloc 蘇聯系統嘅民主國家咧，逐一咁樣，大家都變咗民主國家。咁令到蘇聯咧，1991年咧都頂唔住啦，頂唔住呢個潮流啦，瓦解咗啦，變咗。好多個細嘅國家，只係剩翻一個大嘅，剩翻一個俄羅斯咯。但係當然都好大，俄羅斯到今日都非常之大個國家嚟嘅，比中國大，比中國嘅2倍。橫跨歐亞添，係好大。但係當然同佢全盛時期嘅蘇聯咧，就爭好遠啦，爭好遠啦，係咯。我哋就大概都係好啦，我哋係咯，大概講到咁樣啦。冷戰仲有好多嘢。咁但係冷戰其實到蘇聯解咗體之後，冷戰都叫做結束咗啦。91年正式結束啦，因為冇咗蘇聯解體，就冇對峙，冇兩個陣營對峙。呢個世界得一個超級大國嘅啫嘛，就係美國咯，係咯，就係咁咯。咁所以冷戰亦都咁樣就結束咗。冷戰結束咗啦，冇再有冷戰㗎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啦。下次咧可以其實可以講下電影喎，講下電影啦，或者第二啲 topic啦。因為有好多電影其實都講冷戰㗎嘛。係電影。咁我哋亦都可以
分析下一套係啊，講冷戰嘅電影啦。冇錯。咁我哋下次再見啦，好，拜拜。